今朝に凍える空をさまよい人が星を見ていた。歡迎嚟到模型簡單玩，今次同大家玩嘅係 MS14S 馬沙專用紅勇士。對於紅勇士呢個名稱喺我心入面係有種年代嘅感覺，好似當年啲雪條名藍戰士、黑金剛、魔天使一樣，好鬼老土，一聽就知係年代嘅產物。HGUC 070馬沙專用勇士係2006年10月首次發售，當年定價為1500日元。對於呢隻比較早期嘅 HG 模型，紅勇士算得上係出得好好，比例順眼，冇一貫舊 HG 嘅胸大腰短通病。全隻勇士嘅無縫都唔難做，要做得乾淨企理亦都好簡單。咁我哋而家就開始模型簡單玩。掃組完成，我哋先嚟處理隻手。首先幫肩胛做無縫，點啲6蓋膠水入去，用力壓實兩邊，盡量擠返中間俾膠水溶咗嘅膠出嚟。等大約1至2個鐘就可以開始進行打磨。先用400好厚海綿砂紙輕力單方向咁去打磨。磨完一個面，先開始磨另外一個面，盡量避免磨完晒啲邊位。平面嘅位置可以用打磨板去打磨，令打磨表面更加平整。打磨完就細心觀察一下有咩位置有坑有窿，好似呢度我就發現咗有條凹咗落去㗎啦。呢度都有一條。處理呢啲未完善嘅無縫位置好簡單，只需要拎支瞬間膠出嚟，喺有罅嘅地方點上去。瞬間膠嘅主要成分係氰基丙烯酸酯，係一樣遇上空氣之中嘅水分子就會迅速聚合嘅化學品，所以每次用完就最好放返入一個有防潮包嘅密實袋入面。仲要記得拍返實個口，咁你支瞬間膠就可以避免玩兩玩就硬晒啦。返正題，當瞬間膠乾咗之後，就可以磨返平個表面。膊頭都一樣，點啲6蓋膠水，擠啲膠水出嚟，輕輕力一下一下磨返靚佢。磨好晒之後就可以噴灰 check 件，確認冇花冇罅冇問題，就可以收起佢等噴色。跟住就到前臂嘅無縫，首先拆開佢，睇下做唔做到分件先。研究完一輪，發覺要做分件嘅工序係比較複雜嘅，所以按照一貫模型簡單玩嘅原則，麻煩嘅分件一律遮噴。先嚟磨平關節上面嘅分母線。磨走晒前後兩面會見家嘅分母線之後，就可以先噴色，再做好遮蓋。遮好之後就放返入去做無縫。要做一啲比較長時間嘅遮蓋，記得要揀返一啲比較耐用嘅遮蓋膠紙。如果唔係，當你幾日後甚至幾個星期之後先搣返出嚟，就會殘留住一堆黐立立嘅膠質喺表面，到時又要花多啲時間去處理啦。遮好晒之後，就打開隻手，放返個關節入去。放咗入去之後，記得屈兩屈，檢查一下會唔會漏色走光。確認咗冇問題，就可以開始做無縫啦。點啲6蓋膠水，夾埋佢。其他位置都一樣做法。
另外，隻手嘅呢個關節位睇落去係有啲肉酸嘅，所以我會加翻塊膠片遮翻住佢。但係加咗呢塊遮醜蓋，隻手就唔可以屈到90度啦。首先準備一塊0.8嘅膠板，用任何方法將個缺口嘅形狀複製上塊膠板上面。我就揀咗用遮蓋膠紙同筆刀，將複製咗嘅形狀貼上膠板，再慢慢剪翻出嚟。剪到咁上下就可以放返上個粒位度對下，再逐少咁剪下、磨下、對下，直到啱 size 為止。修剪到大約細0.3mm 左右就 OK 啦。跟住就要幫塊膠板磨返兩個45度角，記得要輕手啲，唔好磨過籠。滿意啦，就可以剪走埋另外嗰一邊，記得都係慢慢少咁剪。再幫佢磨返一個同兩邊一樣嘅絲面。最後一步就喺下邊嘅呢個位置磨返個絲面俾佢，用少少煲呔貼好佢，咁樣遮個關節，係咪即刻醒神咗呢？噴灰之前記得再三確認個關節會唔會頂住。而家咁就可以打磨好成隻前臂同噴灰尺件啦。記得無縫做得唔靚嘅地方，千祈唔好由佢，一定要磨咗佢再做。磨好磨滑磨夠皮啦，就可以拎去再噴灰再車一次件，直到睇落平整滑溜為止。到身體嘅部分啦，身體同腰嘅部分好簡單，拼起晒佢，直接做無縫就得，冇需要特別注意嘅地方。打磨完咗之後，一樣係噴灰 check 件，唔滿意嘅就再磨再噴再 check 過。例如呢啲噴得唔夠滑，起粒粒嘅位，一定要磨咗佢再噴過。如果唔係，之後噴出嚟層油就會越噴越粗噶啦。呢個 pat pat 係冇無縫要做嘅。只要好簡單咁打磨就足夠啦。呢隻勇士喺個囉柚位置同埋小腿後邊分別有3組各3個嘅噴口，每組嘅噴口上面都有塊膠將佢哋連埋。如果你要求高嘅，可以好似我咁將佢哋分返開。首先將個噴嘴拆落嚟，再用單刃剪、雙刃剪、鉸剪或者菜刀喺離邊少少嘅地方將佢哋剪開，其餘3邊都同樣咁做。分開晒之後，我哋就可以開始漫長嘅打磨工序啦。先用打磨板配合320或者400號嘅砂紙，沿住每層個弧面單方向咁磨。磨嘅時候記得輕力一啲，小心唔好磨過籠。粗略咁磨完第一層，就到磨第二層啦。一層一層咁打上去，好似創界山咁，俾啲心機，好快就可以攻頂噶啦。粗略咁磨完，跟住就要執翻靚佢。我就選擇咗海綿砂紙去做每層嘅細執。花咗大約半個鐘頭，終於大致上磨完啦。跟住落嚟，可以用呢類嘅平面銼去執靚個層級邊，都係嗰個原則，輕輕力，慢慢嚟，千祈唔好心急，唔好貪快。最後可以用把闊少少嘅黑線刀執翻 sharp 啲角位。幾經辛苦，終於完成咗一粒噴口啦。
仲有8粒咋，努力啊，加油啊！你嘅努力係唔會有人睇到嘅。幾經辛苦咁玩完咗一組噴嘴，係時候又要出下切啦。磨完咗呢組之後，我決定咗唔會再逐粒逐粒咁磨。我已經偷雞咁畫咗個差唔多嘅噴嘴，兼且編埋出嚟。當然你都可以直接拎啲改件噴嘴出嚟，直接貼上去嘅。不過動手做下不同類型嘅改造，總係模型玩家必須要嘅經歷。用改件就簡單好多啦，只需要剪佢出嚟，磨平佢，對翻齊每粒嘅長度，剪走啲裝具，用打磨板磨翻平個底，點啲瞬間膠，直接貼上去，完成。成個過程零難度。話咁快，10分鐘都唔使就改造完啦。直接換改件係快，我亦都唔堅持自己每次都做，但係呢類最基本嘅基本功，我都會要求自己識同做得到，咁樣玩模型先至有意義。講完一堆廢話，終於見到對腳啦。我會喺大小腿同膝關節做無縫，呢邊我已經完成咗無縫同分件。所有嘅夾口我都經已填好磨好晒。改造完之後，只要噴完油就咁插翻上去就得，非常之方便。先拎個膝關節出嚟，剪走上邊2粒的，跟住再將下邊呢個位剪開佢，等小腿可以直接扣翻落去。記得剪嘅時候唔好將個缺口剪得太闊。做咗個缺口出嚟之後，再用薄身嘅打磨板慢慢磨，磨到扣到入小腿為止。磨到差唔多就可以試下扣翻落小腿度。成功扣得翻入去，就可以正式開始做無縫啦。點啲6蓋膠水，壓實，再點啲6蓋膠水，再壓實。小腿上面呢條長長嘅夾口，我就唔用6蓋膠水啦，我會改用溶膠能力比較強，但係亦都較難乾嘅8蓋膠水，盡量由內向外咁掃，塗滿晒所有嘅邊位。拼合嘅時候要小心留意個夾口有冇夾得夠實。大腿嘅做法都一樣，盡量由內向外塗滿8蓋膠水，合埋兩邊，用力壓出膠水同俾膠水溶咗嘅膠。另外8蓋膠水係比較慢乾嘅，要大約24個鐘頭先會完全乾透。乾透咗之後，都係按400、600、800咁打磨。另外大髀嘅呢個位置係有條罅喺度嘅，簡單用膠水無縫完，條罅都仲會見得到。呢啲位置照舊用瞬間膠點上去。小腿後面亦都一樣，點好晒啲罅縫，等瞬間膠乾透。喺等乾嘅同時，可以先做咗膝蓋關節嘅打磨。依舊按砂紙粗度慢慢咁去磨。打磨小腿嘅時候，要特別留意中間條邊，千祈唔好打橫咁車落去。如果唔係，就會磨走咗呢條標誌性嘅骨位，好似畫面入面咁，一下一下單方向磨完一面先一面，咁就可以保持住條骨位嘅銳利度。做完咗無縫，順手就幫隻腳黑翻晒啲線。全隻勇士除咗個盾底，要黑嘅線都唔得幾多條。對於唔中意黑線或者冇信心黑線嘅朋友嚟講，都可以好輕鬆咁完成到。HG 紅勇士個頭造型方面，好多人覺得係比較扁平嘅，但係我就覺得還好，只要唔好裝實個頭，打斜少少，睇落就會好好多噶啦。
照舊先拆開佢，打磨走所有嘅水口。呢個頭唯一我要對付嘅就係佢呢支又圓又短嘅角。先拎卡尺出嚟度下隻角嘅厚度，再揀一塊差唔多厚度嘅膠板，剪走隻角嘅尖尖，記得要留返有足夠嘅長度俾膠板去黏實隻角。再放隻角上個膠板度，畫出你心目中想要嘅形狀，記得畫返個定位俾佢，再慢慢咁剪出你所需要嘅部分。大約剪成離邊1mm 就可以啦。再喺上邊點啲綠蓋膠水，將兩邊拼埋，用少少力壓實佢，確認唔會斷返開之後，就可以開始打磨，執返個形狀出嚟。我會先用磨筆收一收個外形，磨貼咗少少之後，就可以開始用手慢慢執返好佢。打磨嘅時候記得要慢、輕力同小心，如果唔係，好容易就要從零開始。磨好個形狀，唔好唔記得仲有0.1嘅厚度差要磨返平佢。就係咁，好簡單就改走咗隻肥矮短嘅角啦。喺呢個盾上面有無數嘅塑膠位，需要等我哋去打救。先用海綿砂紙磨平啲比較輕微嘅塑膠，磨唔走嘅地方就要填咗佢啦。筆地、瞬間膠、UV 補土、原子灰都可以用嚟修補塑膠嘅。既然用開瞬間膠，咁就繼續用佢去填塑膠啦。先將所有嘅塑膠位填滿，等乾透之後磨返平個表面，基本上同無縫補窿嘅做法係一模一樣嘅。不厭其煩咁講多次，輕輕力，一下一下，單方向咁磨。做模型嘅時候切忌心浮氣躁。所有部分都磨完啦，又係時候全部拎去噴一次灰，check 清楚有冇需要重做嘅地方。check 過晒全部靚仔就可以上色啦。噴完油之後就要處理翻一開頭做嗰隻手啦。先小心搣翻塊膠板落嚟，再慢慢撕走關節上面嘅遮蓋膠紙，慢慢撕，小心避免刮花啲油。跟住就清走膠片上面嘅煲踢，再用懶人方法補返邊位嘅油，用開咗嘅油慢慢補返啲邊位，等啲油乾咗就可以喺後面點返少少瞬間膠，對返齊個位，貼返好佢。跟住再搞埋個啱啱磨得好辛苦嘅噴口。既然磨咗咁耐，就幫佢加返少少金屬色嘅邊，等佢好睇啲啦。油咗出界嘅地方都唔緊要嘅，拎返噴個支油出嚟修補返佢就得啦。搞掂，噴咗燒光之後就神不知鬼不覺。燒完光之後，用返呢支 marker 嘅油，幫啲噴嘴掃返啲金屬色上去，咁個噴嘴就大功告成。
係咁以用 marker 加返少少配色落支槍度，豐富下個視覺。大致上都去到尾聲，係時候幫全隻勇士滲返晒啲線，再抹返乾淨佢。呢隻紅勇士，我想佢保留返動畫嘅風格，所以就唔貼水貼啦。再跟住落嚟就係打開本通勝，揀返個吉時吉日大吉方位去做返個燒光儀式，咁就會百事皆順、財源廣進噶啦。捱到嚟呢度都係時候俾返個 like， 有咩中意唔中意嘅都可以留言講低。仲有記得 share 俾啲你想推佢入坑，又或者不停生積又唔砌嘅豬朋狗友啊！多謝你浪費咁多時間睇呢條片，我係手機大爆炸，咁我哋下次有緣再見，拜。八重の声血と涙が語る物語空が嘆く戦士の影命をかけた夢の後終わりなきたくさんの音なぜ争うのか風が問いかける同じ星の下二人燃える敵とよ